是身体正受着苦的病患，音乐声中跟着打节拍、摆动、唱和。感受得到，大家都很享受这放松愉悦的气氛。每个礼拜三固定的音乐响宴，老人家们会要求排排坐，开心当观众。他们有时候我们没来哦，会跟护理长讲说那老师今天怎么没来？真是不来常思君。因为庄华荣和乐团成员自动发心来医院表演，10年如一日。反正我们成立这个社团，最主要就是要关怀这些老人啊，然后去一些像我们今年初我们有去宜兰女子监狱表演过。擅长各种乐器的成员有职业的表演者，有医生、房仲、建筑师，业余客串演出，出钱出力出时间，共同打造音乐疗愈的快乐时光。提供像医生般视病如亲的关怀。将来 N 年之后，我们坐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搞不好跑来这边坐也不一定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孟子期盼的理想境界，的确有人默默地奉行着，发挥所长，制造温暖。所以来到这里，其实是一种陪伴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可对你们自己来说，还有其他的体悟吗？还蛮对哦，所以用心体会生活。哦，这个海路，对，放慢脚步，用心体会生活。对，而且我们说行慢地位，用心体会生活，放慢脚步，用心体会生活。出自关怀，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，奉献自己的才能，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面，默默的关怀着，这真的就是台湾最可爱的力量。行慢地位。用心体会生活，行慢地位，用心体会生活。